大家好，我哋係校園主持小組，我係 3B 陳宇峰，我係 3B 黃永彤，歡迎大家收睇第一集嘅好奇聯絡人 TBC To Be Curious。喺呢個全新嘅節目入面，我哋校園主持會繼續以專業同埋好奇嘅心態，以第一身嘅視角同大家探討下香港同埋鄉島嘅熱門話題。而今集嘅主題就係賀歲片文化。賀歲片係指喺農曆新年檔期上映嘅電影。賀歲片通常係以搞笑合家歡為主題。而今年喺香港上映嘅賀歲片包括《臨時決鬥》、《長島必贏》同埋《麻雀女王追男仔》。咁唔知我哋學校嘅老師同同學有冇睇過今年上映嘅賀歲片呢？我哋好奇聯絡人嘅調查隊已經出發咗啦，而家將時間交俾佢哋。點解你會喺度嘅？點解你又會喺度嘅？你哋咁都唔知？你哋就係我哋今集好奇聯絡人嘅特約記者。今日你哋有個好重要嘅任務，就係要訪問50個鄉島人。吓？咁即係我哋要做啲咩啊？今日你哋要訪問嘅問題係：你有冇睇過今年嘅賀歲片啊？冇睇過。你有冇睇過今年上映嘅賀歲片啊？冇喎。冇啊，今年冇睇過。哎呀，冇睇過啊！冇啊！咩係賀歲片啊？咪新年趣嗰啲咯。我冇睇過啊。冇啊，聽聞今年香港上映嘅賀歲片票房比較慘淡喎。我哋已經收集咗50個鄉島人嘅數據啦。再一次多謝參與投票嘅老師同同學。而家將時間交翻俾錄影廠嘅你哋。唔該晒兩位特約記者，而家嘅訪問嘅結果就喺我哋手上啦。結果指出喺50個鄉島人入面，只係有3個人睇過今年上映嘅賀歲片，而其餘嗰47個人都係冇睇過今年嘅賀歲片嘅。睇嚟我哋學校嘅老師同同學對於今年上映嘅賀歲片都唔係好熱衷喎。而我哋學校發生緊嘅呢個情況，正正係香港社會嘅對賀歲片嘅態度。鄉島就係香港嘅一個縮影。為咗探討呢個議題，我哋今日邀請到2位老師嘉賓，分別係呂 Sir 同埋 Miss 哈，同我哋一齊探討下香港嘅賀歲片文化。第一條問題就梗係要問翻我哋喺訪問入邊問過嘅問題啦。呂 Sir、Miss 哈，唔知你哋有冇睇過今年上映嘅賀歲片呢？不如呂 Sir 答先。冇，今年冇睇過賀歲片，因為時間上面第一唔方便啦，第二樣就係覺得個題材上面其實唔多吸引，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嘅主題啦。咁 Miss 哈呢？我都冇睇過啊，因為我本身屋企拜年啦，成日都要去親戚屋企，咁所以咧就好少會入戲院度睇賀歲片咯。哦，原來係咁，睇嚟兩位同我哋鄉島嘅老師同埋同學嘅睇法都差唔多喎。咁講起賀歲片啦，咁相信你哋兩位都一定有自己心目中嘅經典啦。唔知你哋最中意或者最深刻嘅賀歲片係邊套呢？不如 Miss 哈講先啦。好啊，我最中意嘅咧就係呢套《嚦咕嚦咕新年財》啊。其實應該話最深刻嘅賀歲片嘅電影咯。係啊，其實呢一套已經係好耐之前㗎啦，係廿幾年前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細個嘅時候都睇唔明嘅。咁但係咧呢一套電影咧係無論我去邊個屋企親戚嘅屋企嗰度拜年咧，都唔知點解不約而同咧會播呢一套嘅電影啦。咁雖然我細個睇唔明啦，或者我都從來未試過咧係由頭睇一次落尾咁樣樣。咁但係有好多段一啲好深刻嘅片段咁樣樣咯。係，同埋都覺得佢裡面嘅題材咧係講打麻雀嘅。
咁雖然咧細個嘅時候可能我唔係好識得打麻雀啦，咁但係咧大個咗之後就發現原來佢裡面帶出嘅一啲嘅意思啦，或者去講點樣去傳承到一啲中國人嘅對於屋企嘅呢一個概念啊，咁樣咧其實都係即係帶出咗好多嘅意思喺裏面咯。哦，原來係咁。呢個新年財雖然就喺2022年上映啦，但係呢一套戲咧2002年上映，但係咧呢一套戲都係好多人心目中嘅經典啦。當時更加有1900萬嘅票房，主演分別有劉德華、劉青雲、古天樂同埋梁詠琪等等。咁 Miss 哈分享完，不如到呂 Sir 分享下。我自己中意嘅就係《飯戲攻心》啦。咁唔知同學仔有冇睇過啦？咁呢一套電影咧，其實係由黃子華即係做一個主角去擔任咗成個領導咗成套電影嘅角色啦。咁其實呢套嘢點解會話咁難忘咧？其實第一樣嘢就我覺得即係佢個立意好清晰啊，因為佢想講幾樣嘢就係第一樣家人嘅重要性啦。即係其實佢最尾帶出嚟就係話，只要屋企人喺邊度，其實屋企就喺嗰度啦。咁所以其實唔一定限死，譬如話香港又一定係我嘅家，其實基本上可能唔同嘅地方都可以成為你嘅家。咁而第二樣嘢咧，其實亦都講到去譬如話個人夢想啦，即係究竟其實點樣去追夢咧，定還是用屋企做單位就永遠即係限死咗自己去追夢嘅尺度咧。而第三樣嘢咧，即係我覺得比較難忘嘅就係即係張繼聰嗰個位，就係講到佢自己對於個人嘅利益啊，定還是家族嘅利益緊要啲。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三樣嘢對於過往睇過咁多套嘅賀歲片嚟講係比較難忘，而唔係話比較似一啲比較就咁歡樂講完笑話就算，同其他電影好似好類近嘅電影咯。所以我覺得呢一個《飯戲攻心》係比較難忘嘅一套電影。好，唔該晒呂 Sir。咁我都有睇過《飯戲攻心》呢套戲嘅，呢套戲係喺2022年上映嘅，當時嘅票房更加有7734萬，主演包括張繼聰、黃子華、林明禎等等。而呢兩套戲《飯戲攻心》同埋《嚦咕嚦咕新年財》更加有20年之差。咁你哋認為賀歲片今時今日嘅意義喺邊度呢？不如 Miss 哈答先。我覺得賀歲片咧本身係新年嘅檔期嗰度上映啦，咁本身呢一個節日都係希望係可以令到所有嘅屋企人啊，或者一啲可能好耐冇見嘅朋友啊，都可以去重聚，或者係有一個大家可以聚埋一齊嘅一個時間咁樣，係咁，所以我覺得賀歲片個意義係即係都可以係令到好多即係屋企人一齊咁樣去分享一個歡樂啊，或者有一啲共通嘅話題咁樣樣咯。好，咁呂 Sir 都分享下。我覺得賀歲片其實最重要就係帶出個立意係即係屋企人啊、歡樂啊呢一啲嘅元素入邊啦。即係可能大家睇好多套嘅電影入邊都有唔同嘅一啲元素，但係我自己覺得除咗呢一啲嘅元素之後，最重要啲嘅就係講緊佢有一個清晰嘅立意咯，而唔係話就咁即係比較通融啲，就咁笑完就唔記得咗套電影就一個電影就算咯。咁我都好同意呂 Sir 同埋 Miss 哈嘅講法，雖然佢係賀歲片一套喜劇啦，但係都要有一個清晰嘅立意。但係咧喺 Facebook 專頁講唔斷氣咧就指出啦，今年上映嘅賀歲片真係尷尬到令到佢都睇唔晒啊！咁咧製片人咧只係當賀歲片嘅呢個檔期咧係一個吸金嘅時機，咁賀歲片就出現咗粗製濫造嘅現象啦。唔知兩位有咩睇法咧？不如呂 Sir 講先。呢個 Facebook comment 我都有睇嘅，即係佢下邊就有張繼聰留言啦。咁我覺得即係近呢幾年對於賀歲片大家嘅觀感可能都係嚟嚟去去都係大家燒完一餐就算，而唔係話即係好似過往可能《飯戲攻心》呢啲即係比較有立意多少少或者個深度多少少嘅一啲電影。咁而我覺得即係即係呢個粗製濫造其實離不開都係冇內涵啦，或者係一啲明星陣容就算，而或者係可能最後開玩笑或者新年快樂咁就完咗一套電影。咁變相其實電影嘅價值或者意義唔係就在於咁簡單一個層面咯。即係你話一兩套其實冇問題，但係如果下下每年都咁多套嘅話，其實我覺得就變相就真係可能係粗製濫造咯。咁 Miss 哈有咩睇法啊？我都係咯，我覺得呂 Sir 講得好好啊。
我覺得咧，即係可以睇翻一啲好經典嘅賀歲片電影啦，即係例如好似飯戲攻心啦，同埋嚦咕嚦咕新年財咁，其實佢哋都有一個好係啦，立意好好啦，同埋有一個好清晰嘅可能一個主題咁樣樣，係啦，即係可能飯戲攻心都係講屋企家庭嘅一個概念啦，跟住嚦咕嚦咕新年財其實都係背後佢由可能打麻雀玩麻雀。去帶出可能係無論嗰個牌局有幾難，或者你抽到啲牌有幾核突都好，你只要堅持落去，或者去即係打好佢，有一個咁嘅信念嘅話，就好似即係呢個玩遊戲就好似人生一樣咁樣。咁其實背後我覺得兩套戲嗰個主題啊，或者帶出嘅意義其實都係好深層次嘅，而唔係就係淨係得一啲好膚淺嘅爛 gag 啊，或者笑話去堆砌出嚟咯。係咁，所以我覺得可以從一啲經典嘅一啲嘅賀歲片啊、電影嗰度可以去有一啲嘅參考咁樣。好，咁我都認同兩位嘅睇法嘅。講唔斷氣嘅言論更加吸引咗參演今年賀歲片嘅影星張繼聰留言。佢話唔應該以粗製濫造呢個詞語。佢話唔應該以偏概全，唔可以抹殺咗成個劇組嘅心血同埋時間。咁賀歲片咧就梗係要有導演肯拍，有演員肯做先至可以繼續做到落去啦。咁你哋又認為賀歲片文化應唔應該繼續傳承呢？不如呂 Sir 講先。如果即係賀歲片文化，如果係一啲比較粗製濫造，即係比較單一或者膚淺啲嘅電影，其實傳承落去可能即係受眾上面都唔會話好多，或者個歡迎程度都唔會高。咁如果即係下下都係一啲導演或者即係將價就價，即係將貨就價咁樣就算，其實一套電影我覺得即係呢個文化其實傳承唔到落去咯。咁如果你話即係一啲有心啲、有啲立意出嚟嘅一啲電影，其實我覺得係可以傳承到落去，或者更加容易吸引咯。咁譬如話，即係呢幾年上面可能黃子華一啲嘅電影啦，舉個例子，譬如話可能係破地獄，又或者係即係呢一套飯戲攻心一啦，咁二其實一般啦。咁呢一啲嘅電影其實引嚟社會嘅迴響啦，亦都係引起社會唔同嘅關注。咁所以其實呢一種嘅文化，我覺得係應該要傳承喺落去咯。如果係適應，即係應用喺賀歲片文化入邊嘅話，咁 Miss Ha 咧？我都覺得賀歲片嘅可能而家嘅內容或者質素可能都好有參差啦。但係我會覺得都係值得去傳承落去嘅，係啦。咁我覺得無論係即係可能係主題啊，或者內容上面咧，其實近呢幾年都有好多即係多好多唔同嘅主題啊。係咯，我發現例如之前都有唔一定淨係用一種好搞笑啊，或者一啲係啦，即係好多明星陣容嘅電影去喺賀歲片嘅檔期度上映。可能之前有毒舌大狀啊，嗰啲都係賀歲片嘅檔期去上映。其實都會即係有多啲唔同嘅主題或者文化嘅意義可以帶出咯。咁即係質素入邊嘅內容係好緊要啦。咁製片人咧就唔應該攞住賺錢呢個名義咧去製作一套賀歲片，而係應該提升賀歲片嘅質素。咁之前嘅賀歲片因為票房高啦，同埋多人睇，佢哋嘅對白同埋內容都深深咁影響咗好多年代嘅觀眾喎。咁如果想繼續保留賀歲片嘅呢個文化，我哋就要出得啲高質素嘅電影先至可以傳承落去噶嘛。咁但係賀歲片嘅衰落，又係咪反映到香港嘅觀眾對香港電影呢個品牌已經失去信心呢？雖然上年有9間電影有9間戲院關門大吉，票房亦都越嚟越少，反映出香港嘅電影業已經進入咗冰河時期。但係如果電影業可以製作一啲高質素嘅電影，例如上年暑假檔期上映嘅《九龍城寨》，同埋上年年尾上映嘅《破地獄》，咁觀眾會唔會去多多支持呢？《九龍城寨》喺香港嘅票房達到1億1000萬，而《破地獄》喺香港同埋澳門嘅票房更加達到1億6000萬。《破地獄》更加係香港史上最高票房嘅華語電影。高質素嘅電影先至可以令到香港嘅電影業復甦，先至可以帶出香港嘅電影業走出冰河時期。當有高質素嘅電影嗰陣，作為觀眾嘅我哋就梗係要多多支持下啦。大家記住利用學生優惠，約埋屋企人或者朋友一齊去戲院支持下香港嘅電影啦。咁今集嘅好奇聯絡人都時間都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謝呂 Sir 同埋 Miss Ha。
我哋下個月仲有更加精彩，下個月嘅同樣時間會有更加精彩嘅內容等住大家。下集再見。而今日嘅校園電視台亦都結束啦，拜拜。